買 cookie 嘅觀眾大家好啊！中秋節就到，今次試整一款應節甜品反沙芋，只需要3樣材料就可以整到，一齊開始試整啦！材料有芋頭、白砂糖、水同油。首先要準備切好嘅芋頭，然後準備拎去炸，記得要凍油落鑊，再放芋頭，油要啱啱好冚過芋頭，再開中火去炸。炸到芋頭浮面呢，就可以反轉去炸，可以 keep 住不時咁樣反轉去炸，炸到金黃就可以撈起啦。跟住可以整糖水啦，準備凍鑊落糖同埋水。水滾之後要快速咁攪，當糖漿變結同起白泡嘅時候，就可以加入芋頭，同樣即刻熄火 ，keep 住咁樣兜炒啦，令到每條芋頭條都染到糖漿，炒到起沙，咁就大功告成啦！呢款中秋應節甜品簡單又易整，只要花啲耐性，相信大家都可以整到㗎。